環球讀經研經行動，環球讀經與我相遇。由2024年開始嘅環球讀經研經行動，將事工擴展到世界各地，觀看人數已經過萬。不如聽下佢哋嘅回響。感謝讚美主，直環聖呢個讀經計劃，讓信眾可以培養每日聽讀聖經。我係教會負責基教部嘅教牧同工，透過不停鼓勵，現時已設立咗一個超過120人的群組。我每日負責將環聖的讀經材料傳送俾會眾，佢哋都好熱切同努力去收聽，真係好感恩。非常之感謝環球聖經公會嘅眾同工、牧師、傳道們喺呢個讀經運動中獲益良多。講真，信主咁多年，從未試過讀咁多聖經，實在有種重新嘅感覺。天天浸在上帝話語裏，係好蒙福。每日都靠主得力。再次感謝大家，願神親自報答你哋各人嘅勞苦啊！阿們。感恩有環球讀經研經行動，幫助我完成1年嘅讀經。神話語心甜，越讀越感到神嘅偉大、智慧同美善。感恩神愛世人，我終於可以更明白神嘅說話，清楚、流暢、準確。我嚟自中國西北，每個禮拜可以聽到賴建國牧師嘅講解，對我哋嘅屬靈生命真係好大幫助。好多謝呢個讀經行動，感謝環球聖經公會安排得咁好，多謝你哋一直嘅付出，好感恩可以得到裝備同牧養，希望下年可以同小組一齊查經，一齊成長。我係嚟自悉尼嘅。我好中意呢個讀經行動計劃，即使我喺度度假呢，我都唔會錯過一日。我喺香港嘅時候，曾經用過親戚嘅手機繼續進行呢個靈修時間。我喺坐郵輪嘅時候都一樣，繼續追趕返聖經閱讀計劃。感謝主，因為咁樣有過百位弟兄姊妹可以成功完成1年嘅讀經計劃。環球聖經公會會以做到最好嘅心態去回應時代嘅需要。由2026年開始，我哋會推出一個2年嘅讀經同靈修計劃，幫信徒用2年時間讀完1次聖經，仲會用脈絡靈修嘅方法，精益求精，與神相遇，與道同行。速讀2年讀晒成本聖經1次，參加者每日會收到經文嘅超連結，可以睇住 YouTube 片一齊讀，直環譯本，領受神嘅說話。卷讀呢，就係跟住個速讀進度，大概睇下同聽下每卷書嘅結構同大綱。靈讀呢，跟住個速讀進度，參加者每日都會收到同下載到嚟自經文脈絡嘅靈修信息，深入走進經文精髓，細味真理。另外，每月獲發電子靈修札記本俾大家下載，嚟配合計劃使用。唯獨，無論你係教會嘅小組、機構，或者係嚟自唔同教會組成嘅團體，只要有5個人，就可以用團體嘅形式喺環球讀經研經行動嘅 WhatsApp 群組入面開設小組。教會小組由牧師用教會名義報名，組員唔需要提供個人資料就可以輕鬆參加。其他小組由小組組長以小組名義報名，需要提供組員基本個人資料。小組成立咗之後，每位參加者都會定時喺社群公告收到上面啲材料，大家可以每日用發放嘅信息喺所屬嘅空間裏面自由討論，務求令更多人愛上讀聖經，以全方位每日同讀、同享、同行主的道。誠意邀請你1帶1齊齊讀環球讀經研經行動，約定你啦！